如果你想要確認或者支付已抽籤成功嘅活動，撳我的記錄。撳查看抽籤結果。撳活動，即可睇到已抽籤成功嘅活動。撳已抽籤嘅記錄，睇到抽籤成功嘅活動申請。撳支付，揀抽籤成功嘅訓練班同康樂活動。撳下一頁，核對付款詳情。撳確認付款，揀付款方式。撳確認付款，付款已確認。